台中的西区有一间宠物店有3个离职员工是指控讲偷鸡虐待动物，佮要求员工甲狗仔注射。店才开2个多月，已经有10多只幼狗仔死亡了，佮互当作是粪扫单调。伊嘛指控讲偷鸡对员工性骚扰，员工是有去报案，即马动防处嘛已经在调查了。 狗仔破病啊，替伊注射毋是专业的兽医师，是无证照的宠物店员工的朋友。另外，员工也讲，若阵狗仔不幸过往，就直接拼伫外口，当作是粪扫现蛋上。要布垫把它包起来，然后狗狗的脚里面放几张，就是几叠金子，这样放在里面，然后绑起来，绑得很密封，然后再把它丢进去，之后后面再拿一些垃圾把它盖住。 台中西区这间宠物店有3位离职员工出面指控，讲这店家业者可能对狗仔有不当对待，若久在无注意下边的狗仔互相接触，造成病毒感染，也真侪届要求员工爱替狗仔注射，甚至有拍狗仔情形，害狗仔唔有寄生虫或者是传染病。开店2个多月，有14只狗仔死亡，连健康检查报告也是业者家己填填的。我们是全部都没有兽医证，包括老板自己应该也是没有，但是他还是选择这样做，然后导致有很多狗狗死掉，然后店里面也有 非常多的病毒，就是举着狗狗的脖子，然后举起来，然后往墙上撞。如查有未取得兽医师资格者，帮犬只施打针情事，将依兽医师法第30条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。 台中市动防处表示，无接受是袂当做侵入性医疗行为，会介入去了解敢有违法的情事。除了虐待狗仔的部分，3位员工佫指控讲受业者言语，佫身躯上的性骚扰。我店里面有一只很大只的罗威纳，玩得蛮好的，就会说，哎，你是这样。然后这句话其实他讲蛮多遍。然后在车上的时候，他说要叫我开车，然后我的手握在方向盘上面，他就握着我的手，就一直握着，大概20几分钟。 实际敲电话予业者无进一步回应，也那3名查甫前员工，甚至还佫未成年的，拢惊到赶紧离开这个工课场所，也拢向警方报案，要用司法来讨一个公道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